过年，阮兜住伫较偏僻的庄骹，规个庄头细透透，敢若一间购物店兼咧卖早顿。一间店仔细间猛细间，逐项拢有咧卖。尤其若到过年的时阵，一间购物店卖事是集会所，庄里的人拢会来遮看年货。平常时啊，店前的庄仔头随便甲闹热滚滚。阮过年进前爱先大摒扫，阿母讲扫地扫摒角，生面生耳孔，叫阮袂使若好心无师杯，着爱扫好彻底。阮阿嬷会找一大串的菜头粿，若发粿是阮爸仔咧负责的。等找好的时，我甲阿兄两个枵鬼囡仔会先偷偷食几喙啊！毋是我咧分家规，真正好食甲通人拢学落。阿嬷甲阿母阁会款一大堆青草拜公妈，祈求祖先保庇阮一家大细平安顺遂。若阮兜的团圆饭食煞，阮囡仔人当要领红包，四大人一个一个叫来讲好话，毋茫阮乖卡阁敖读册。阮摕着红包，喙嘛足甜的，逐项拢嘛无问题。会记得有一冬，我嘛想要学大人分红包，我做一个签地，互大家抽。内面有的是10箍、20箍，嘛有多谢照顾。较济是红包爱加倍，互人笑我够面皮，实在足好耍的。阮兜过年的时阵，虽然无咧耍牌仔、拍麻将，毋过大家开讲、泡茶、讲笑话，共款足有闹热的。年到暝11点过，阿姑、阿兄甲我负责拜拜请财神。柑仔食完，柑仔皮爱等伫每一间房间的壁角。过来，逐间房间拢爱点一拍细拍电火，讲是要迎接财神入来厝内。厝里拜完，阮着过一款咧，做伙去隔壁庄的大庙拜拜。去到遐，庙埕的人已经杂统统，因拢是咧等开庙门要抢头香的。逐摆庙门一下开开，规阵人相挨相客撞入去庙内。手里的香，有诶用插诶，有诶用烧诶。一下无张持，阿姑的香仔去互香触一空，有够毋甘。迄个场面虽然有淡薄仔恐怖，毋过真正深色佮趣味。庙里逐冬拢会发福地，内面地1箍、2箍的银角仔，甲一个号码，一个号码爱保存一冬。每年搁来的时，庙里会公开抽奖，上大奖是一身细金仔做的妈祖，抽到的人真有福气，因为伊会带来好运，保庇你万事拢如意。